鴨寮街嘅唐樓，隨處可見一樓一鳳嘅霓虹光管，會有人覺得佢哋不見天日，睇唔到未來。其實凡事總有例外。本刊得悉，一名活躍鴨寮街嘅鳳姐，幾年間先後同丈夫買入鴨寮街3個單位，再改成劏房出租。唔單止回報高，而3個單位都已經升值，市值大概1,800萬，俾同行稱為富貴鳳姐。呢度係深水埗鴨寮街，住喺呢度嘅人都係貧窮嘅基層。喺呢度隨處可見有人執紙皮，有人擺地攤，都係要為2餐而勞勞碌碌。不過有人就喺呢度致富，一個喺鴨寮街賣肉嘅鳳姐，同丈夫喺呢度先後買落3個單位放租，而家市值大約1,800萬，再加上自住嘅600萬單位，賬面身家高達2,400萬。冇開工嗰啲啊？仲要開？呢度食冇啊？呢度仲未食冇咁早。對面有早啲開咗噶啦。呢名富貴鳳姐姓鐘，藝名月兒，年約40幾歲，身形豐滿。據悉，由於月兒身家豐厚，所以喺深水埗嘅鳳姐圈子非常有名。於是我哋連續多日喺佢開工嘅樓下等佢。上週六，我哋終於等到佢落樓。記者上前表明身份，希望同佢訪問，但月兒話要考慮，並且留低聯絡電話。其後記者再致電月兒，佢簡單講咗自己由內地嫁嚟香港，之後離婚，又同另一個男子再婚。佢承認自己做鳳姐，但就唔肯講點解會做呢一行。我而家係落咗嚟好耐噶啦，訓練到咯，都係香港人嚟噶，離咗婚啊嘛，你要啲人搵咗錢去賭啊，去溝仔啊，有啲吸霸粉嘅添啊，有啲醒目嘅佢搵個1-2年、2-3年嫁人，有啲唔醒目嘅做一世佢都冇錢啊，做世都係借錢爭錢啊。好多鳳姐揾到錢之後就會亂揈，生活沉淪。但月兒明顯唔同，幾年前開始，先後同老公喺鴨寮街買磚頭，已經持有3個單位。根據土地註冊處資料，月兒老公陳玉興喺14年5月以298萬買入鴨寮街212號3樓1個單位，仲係一筆過俾錢。到咗16年7月，月兒兩公婆合共斥資953萬買入鴨寮街254至256號1樓2個前後座單位。呢次就有做按揭，呢2個單位持有人分別係陳玉興同鐘尚英。雖然月兒強調鐘尚英係佢家姐，但有鳳姐爆料，鐘尚英就係月兒本人。呢度係陳玉興嘅，陳玉興大玉，我係咪你哋嘅幫租婆嚟？係我老公嚟㗎。但鐘尚英都俾你做嘅，鐘尚英係啊，唔識嘅，我家姐嚟㗎嘛。即係所以家姐合作大家，我係一家人嚟㗎嘛。嗱，佢自己嗰時點嗌佢第一桶金，人哋都仲辛苦啦，即唔使理人哋嚟羨慕噶，你羨慕都羨慕唔嚟噶。每一個人咧，佢嘅經歷唔同，佢捱嘅苦都係雖然你見到人好，未必人哋付出咗好多，係人哋唔知道嘅。咁樣唔係話叻啦，做好多人揾大茶飯，我哋呢度都係揾個生活費啫嘛。我諗冇做啦，冇做好耐定咩啊？幾多年都唔做啦，搶咗眼，你搶咗眼仲到嚟做咩嘅咧？月兒兩公婆買磚頭，除咗等升值，仲會將單位改成劏房，再租俾鳳姐做生意。因為租金可以比市價高3-4成，而我哋亦都曾經假扮租客去睇月兒嘅租盤。我呢度就最低1層，係啊，15間房，就3000靚好多。係啊，有窗啊嘛。即係而家疫情先空晒喺度啊，以前都冇空噶。
全部真住要㗎。而家反而相反嚟講，呢度而家彈中冇咁彈添啊！因為點解咧？賴嘅都係做㗎啦。佢洗腦嘅而家反而少咗，賴基本都係做㗎啦。一日幾多個客到啊？我做到。嗱呢個就係睇個人嘅實力。你頭冇我同我呢度嘅女最少都4,000-5,000蚊。我呢度我挑女嘅，真係事實嚟講。嗱唔啱我嘅就話，哇仲年紀大過我嘅就唔好啦。嗱一般嚟講，我老實講唔係你俾我錢賺，我就賺你嘅錢。月兒將鴨寮街254至256號1樓兩個前後座單位改成15個鳳姐劏房，月租由9,000蚊至13,000蚊，若果以平均數11,000蚊計算，每個月租金收入16,500蚊，一年租金高達198萬。兩個單位買入價合共953萬，一年回報率有成20厘，好和味㗎。而鴨寮街212號3樓嘅單位就改成6個劏房，月租大約9,000蚊，一個月租金收入54,000蚊，一年收租超過64萬，以樓價298萬去計，回報率高達20厘，非常誇張。我就想知人而家係咪爭好遠啊？少咗有冇一半咁多？梗唔止啦，少咗幾多？一日先收到1-2個。以前我哋7個，到而家先得1-2個，少啦，大半。邊度都唔會做，呢啲全部都走。你睇啲20零歲、20幾歲，根本都未開過。因為武肺疫情影響，好多鳳姐都話嫖客都唔敢出嚟玩，生意差咗好多。而月兒亦都慨嘆有鳳姐欠租。佢依家好多翻唔到嚟啊！翻唔喺湖北啊？係大陸咯，翻唔到嚟啊嘛。佢哋有啲係深圳咯，因為佢翻咗嚟就隔離14嘅，佢就直情係唔翻嚟嘅啦。好似而家肺炎啦，再加埋之前嘅政治啦，基本上係揾唔到食啦。我租客拖咗我4-5個月嘅租啊！你個嗱，我哋又唔可以強迫人嘅，自打啦喺度揾到佢都會交租俾我哋。咁我冇辦法㗎，佢就鋪頭咯，你去邊度告佢啊？告唔到㗎嘛，手續又麻煩，佢人都唔見，你去邊度追佢啊？佢就租客，佢就冇錢交俾你，就冇錢交俾你，你係攞支槍俾佢，佢都冇錢俾你㗎。月兒透露，預計市道會變差，唔會有咁多鳳姐租房，所以打算將鴨寮街212號3樓嘅單位放盤。唔得啦，而家做唔到啦，而家邊度做到啊？而家咩嘢？唔好話呢一行，你其他行業都好多執得啦。好穩喎，嚇都少咗啦。即係呢度而家係放盤，你裝修完都400幾萬啦。上個月尾嗰時係放580萬600萬嘅。而家係跟住，如果話唔放嘅話，都係400-500萬啦。而家只得一個放盤，其他我揸手唔放盤。月兒喺鴨寮街254至256號1樓兩個前後座單位，每個700幾尺。我哋問過地產，由於係1樓，尺價接近1萬，即係兩個單位市值1400萬。而月兒準備放售嘅鴨寮街212號3樓單位，銀行估價400萬，即係3個單位加起嚟市值1800萬。比起佢哋買入嘅時候，帳面已經賺咗549萬，仲未計呢幾年租金收入。另外，月兒兩公婆報住葵涌雍亞軒一個單位，嗰個單位係佢老公陳玉興喺08年以240萬買入，持有至今，而家市值600幾萬。從帳面睇，月兒身家高達2400萬，難怪月兒俾同行稱為富貴鳳姐啦。新唔新都好，要賣咗錢先好。而家保本都好啦，而家保本有啲保本嘅話，你個裝修都幾廿萬噶嘛，係咪？